了早暗，宜兰外海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，打开一间饭店的玻璃是震甲脆糊糊。也大高线116.3公里这边是有石头放落来隔着车。气象署无排除未来1礼拜内会阁发生规模5.5到规模6个地震袂。大地震来，宜兰大溪乡山庄饭店1楼大厅的玻璃，无多栋一个摇海，一个仔就碎裂，玻璃必顺就像蜘蛛网共款，碎片散到龟头骹，互人看甲心惊惊。日期报名11:05发生瑞士规模7个大地震，真侪房客感受到天摇地动，赶紧往外口走，组织伫附近的便利商店，一时之间拢唔敢回去房间休困。晃了还蛮久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就是大家在那边讲说，我们还要回来吗？我们还要回来吗？因为大厅的玻璃也已经碎了。受到大地震影响，伫大桥线116.3公里路段，一台红色轿车后路就夹着。大地震的威力唔但出现伫道路上，发生地震迄当时，住伫大楼的住户同款感受到极个摇撼。住伫27楼的妈妈第一时间冲向婴仔床。另外一个所在看护虽然好强烈摇撼，惊甲叽叽叫，有员赶紧提枕头，用身体保护长辈。摇很大哎，脚而已也要这么大，还在摇，这样子，对啊，还在摇，还在摇。气象署伫大地震发生了后，大约15.2秒，针对本岛会当讲所有的县市发布国家级警报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伫16.3秒了后，对屏东甲部分外岛发布对外界地区警报发布时间。地震专家指出，地震深度甲震央距离拢会有影响。离那个震央如果越远的话，你预警的时间就会越长；那如果离震央越近的话，你那个预警的那个时间就会越短。气象署预估，未来1礼拜无排除发生规模5.5至6个地震尾。郭凯文指出，这个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杂热烈、原子弹。上北地区因为盆地地形产生强震效应，大关后民众感受特别明显，也呼吁台湾爱重视问题，参考日本长周期地震警报相关机制。广西新闻采访报道。